来到了屏东，屏东的六堆忠义祠是六堆精神的象征，但是供奉的忠永宫一直都没有具体的意象，所以学美术的客家子弟张仲金，他翻遍了历史书籍，了解忠永宫的时代背景之后，设计出戴着斗笠的忠永宫公仔，很有草根味，更丰富了六堆忠义祠的客家意象。第二个是忠永宫在里面，那这可以抽出来。好，那它后面呢，它是一个庙门。屏东六堆的忠义祠有了迷你版，供奉的忠永宫 Q 版公仔造型配上精致包装，是客委会的特色商品。而发想出忠永宫公仔的设计者，就是这位客家子弟。设计的造型有以清朝扎辫子。学美术的张仲金擅长画漫画，也知道在六堆的客家人心中，忠义祠是精神和信仰中心。只是供奉的忠永宫一直没有具体的形象，所以他拿笔一画，忠永宫有了浓眉大眼，走进了漫画情节。伊个用是代表我们所有忠永宫的精神，我们做一个永宫的是做伊的精神。故事架构考证历史资料，张仲金完成了全台第一本客家忠永宫漫画。然而，忠永宫只是平面呈现还不够哦，他又再设计了 Q 版公仔。头先做好，身体，然后最后把它组合起来。一样的造型，不同的是忠永宫变立体了。负责捏土制造的是张仲金的妻子，老公下指令，老婆来执行。你画很简单啊，随便你画啊，问题是做不出来啊。就是我觉得这样子 OK， 他认为脸部的表情，有时候或者是表情啊，或者是动作，他觉得说，我手应该要放下来，还是要拿上来的感觉啊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一定要先打个好几个样本出来，对，都不是一次完成。怎么样让忠永宫在任何角度都很精致呢？反复讨论了好多次，终于定案。但要求完美的情况下，要捏塑出忠永宫，一个就得花上2-3天的时间。我是客家人，我可以来做客家的东西。那我能够做的部分就是做漫画跟做公仔。所以我就会支持他说他想把忠永宫这个东西把它做成立体的，那我就很支持他，所以我就说好，那我来做。夫唱妇随，一起推广客家信仰，六堆忠义精神也有了专属的造型意象。正气凛然的精神从口传到平面，客家信仰的意象，美术家夫妻巧手变立体，在3天的捏塑中，忠永宫公仔有创意的感动时刻。